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的年初天气无稳定，南投中寮乡的林景、柳丁、柑仔受损严重。刘委官员甲专家到现场了解状况，要甲农业的损害降到上低。 今年因为气候较无稳定，影响到中寮乡林景的开花，和挖苦林景卫生的农友真无奈。立委接到地方的陈情，邀请专家到现场去了解。做农真辛苦吼，一等吼来甲咱补助咱这农民吼，减少因的一寡损失。 农粮署建议有受到损害的农友，会使赶紧甲公所通报，才当将伤害降到最低。这个面积吼，伊的迄个受损率吼，有达到迄个标准吼，来报来咱管府这边吼，来达到这个救助的这个门槛吼，就咱报来阮农渔会这边吼，来列入这个先进救助。另外，柑仔嘛是中寮乡主要的农产品，同款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不过受灾程度还看不出来。台中区农改场建议讲，1个月后再过来勘站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